我係吳依容，做新聞工作有10多年嘞。其實時下嘅我感覺戲劇、音樂、舞蹈，那係真奇妙嘅。我認識的許多劇場人，沒想我用向下來認識人，向下去了解劇場嘅世界有一項人呢。不支撐着，你看到了嗎？導演係一出戲嘅創作人，而做的講係戲出嘅靈魂。我總係感覺到導演嗰種係太粗。唔但唱戲棚好，戲棚下，大細嘅事情總可以來過耶穌，而還會有同人無共用嘅墨水來神秘品味。一出戲一定咱們綜合藝術能做會出來。今日嘅節目來帶大家向下嚟拜訪兩個導演嘅異想世界。我過上嘅第一個劇場導演，平常時除了導戲以外，還睇做對我忙嘅忙，係因看書、看戲，也算羅心百度嘅影下戲文呢。今日來帶大家講下醫療嘅胡芬珍導演嘅日常生活。喺馬來西亞出世嘅胡芬珍，也爸爸係教書先生，過後講攀沙書、表演花劇、跳民族舞，也個也姐，以為佢會唱歌嘅，以為佢會教樂器。胡芬珍少年講，而且家佢唔白，馬嘅路唔曉，是講喺按有文藝氣息嘅家庭當中成年狀態，帶俾佢多嘅養分，也按好嘅條件，未培養伊向等表演藝術來發展。19歲嘅年呢，胡芬珍離開家鄉來到台灣讀書。伊本來想去讀電影嘅，不過也個聽伊講做藝術冇急，我先培養其他嘅人文學問同涵養，故所一路改讀台大中文呢。嗰陣時台灣都好爭解壓。規個社會政治文化氣氛如當當睇嘅轉彎，看到嘅東西每同人才真無共用，對寒冬嘅吸收學習嘅人來講係改正面嘅觸擊。那如何奠基你現在的風格？你覺得？就我自己看自己的人生，我覺得。在馬來西亞也好，在台灣也好，就是發生了很多故事。我應該可以提煉出某種形式，可以找到一種有一種共通性啊，所謂世界性這樣的東西，就是故事背後的那個情感，那種共鳴的東西。背後故事的那種一種關懷啊，可能是可以透過一種。形式可以讓不同文化的人可以感受到的。本來希望同家鄉韓國台灣也兩個所在無相同文化的人如來對話，故所以胡芬珍家庭愛用個抽象的形式來創作。不過伊的作品，馬來西亞的朋友一次如無嘅緣分好看，佢在亞魯卡人佢認同也佢滿意，以前頭先想要同家鄉對話嘅想法，能會繼續下去。我記得我爸第一次看我在台大的戲的時候，他說：“有那麼苦悶嗎？”我爸問我說：“你有那麼苦悶嗎？”我是說我爸媽真的太厲害了，對，他們到後來可以完全接受我一些抽象的形式，他們可以看到口語言之外的那種表現形式，他們可以看到感動而流淚的那種，我都覺得他們好開放、好進步，他們就一路就支持我到現在。就是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幸福的。陆卡人按支持，胡范正陆做得安心留到台湾来发展。伊喺2006年創立嘅通間體劇團，展現出人想都想唔到嘅創作力同藝術成就，喺台灣也按多年來有幾多戲出表演嘅戲劇團體。劇團嘅名係按到通間體。也就是愛創作同冇愛創作當中，都相互了解同幫襯嘅意思。認真實施如果好運動，也數腳如果成法，幾多幾難做嘅動作，一路做得到。圖書館下有數到王勝鳳、陳偉成兩個先生嘅啟發，特別係戈托夫斯基嘅貧窮劇場，強調對人生技藝嘅訓練，韓國人生有乜嘅感覺，如團業表演出來嘅藝術風格，如對胡范正有幾大嘅影響。我們說到導演的特色的時候，其實會很搶眼，就是你對空間的運用，還有對肢體的重視。為什麼你對肢體會那麼重視？我覺得最大的體會是，人跟人相處可能不是只有語言、理性、邏輯上面的溝通，然後有時候是一個眼神、一個靜默、一個錯身、一個空間上面的位置，可能就是一種對話。即使是戲劇，它還是有更多的機會去展現更整體、更立體的角色的存在感。我不會太甘於看到一個人用語言表達意思而已。對，可能一個停頓，一個轉身，那一個呼吸，它就是一種情緒，它就是一種詮釋。對，那我很喜歡在文字的縫隙裡面去找人物的身體的存在感。那如果我找到的話，對於角色是很有幫助的。就連轉身，我就透氣，都會好好地做出來。無論對哪一演員的要求，都係高到無人有嘅標準呢。唔知碟上提合作嘅演員，又係用嚟看一眼呢？民謠跟冠廷都跟老師、跟輔導已經合作蠻多，對不對？你覺得那個差別最大是什麼？跟其他導演？我覺得是彈性，他有很高的彈性，就是他聽到什麼時候，他都第一件事情都是覺得，好像可以，那我們來做做看。然後做了之後就，好像不行，那我們不要這個。但是你們的提議，他會覺得我們可以試試看。對，他都聽，然後聽完之後，他自己也會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大部分的時間跟他排戲比較像在玩遊戲，會一直覺得戲在成長。對，我有這種感覺，蠻特別。我一開始我剛畢業的時候剛好是合作，那時候我覺得那時候我會比較不懂為什麼老師很多東西要這麼節奏這麼緩慢，或是怎麼樣。就如果身為觀眾，我坐在台下，我會覺得會坐不住啊。對，可是久了之後，有時候我沒有當老師演員，然後去看老師的戲，我就突然就覺得，我知道老師他要做什麼，而且那個東西是我覺得是很棒，就是他沒有很多語言，他可能只是一個觸碰，我就可以因為那個觸碰，然後覺得很感動。那困難在哪裡？我覺得剛剛講的那個東西就是最大的困難，就彈性太大。所以只要我講一個東西，我們就會試；陳毅講的東西，我們就會試；冠廷講的東西，我們就會試。但今天我們其實是有進步。偶爾這樣，就像棒球那一種。對。有聲音不要大。其實節奏跟以前一樣，節奏跟以前一樣。等下說。大。對，沒錯。我印象很深，是我大4的時候也是拍老師的戲，那時候冬天，大家凍到是那個汗是狂滴，然後我們坐在那邊聽老師講話的時候，身體在冒煙。靠，你在冒煙呢？是你在冒煙啊，他在冒煙。那種感覺很特別。所以如果體力不好，很難拍輔導的戲。看什麼戲啊？對，不過他的演員也都是那種拼命三郎型。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他不是，但是的演员是什么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像我就觉得说，我就是会想要看到你累的时候，我说我会想要看到福老师累的时候，所以我死都不会喊累的那种，就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绝对不会比你先倒下，这样，就是我们就来看谁可以撑到最后，所以就是常会出现他讲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在冒烟啊，但每个人都觉得说可以啊，再来啊，再来啊，这样。所以你们也很少看到辅导累的时候吗？他太可怕了，他根本就尽量电视。虽然演员是哈鲁手工，以精神同体力如一等一，像一个好高嘅声音一样诶。练习做起家下，大家如有讲有笑，忙于烦恼。是讲喺讲到艺术，部分人还係會有意此之一段同模板方用鋪嘅素材。安尼唔但搶演員會易有壓力，對經營劇場來講，咪係巨大嘅考驗。这个起初呢，其实我不太谅解。起初我们在产生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他都会计划说他要排多久。那他会跟我讨论说他想要排，比如说60个时段好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这么久？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的期待是什么吗？但是他讲不出来，因为他需要演员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创作，然后一起找到他想要讲的那个话语。这就是我每次在当制作的难处，因为对于制作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成本。对，但是我常常是会进场排练的制作人，我在演员身上看到这些时间的累积其实是不同的，就是时间对演员的帮助是什么？有时候如果你只排25个小时到30个小时，呈现出来的东西其实很表面哦，真的是完全那个细致感都不同。对，然后40到50个小时，他呈现出来反而是他怎么样灵活跟他的对手生活在台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辅导的东西就是很生活，最后我会妥协，让他这样子来执行他的制作，不外乎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吸引人的特质。面对这个导演在制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他，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点。常常跟他一起排练，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我需要花时间的陪伴他，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鼓励跟建议，然后他才会长出更多新的东西。对，然后这是我面对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辅导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但是他也需要温暖的人，对他某种程度有一点寂寞。我想每个导演都会很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观点跟高度，可是如果很少人懂，他难免是会很孤寂的吧？你怎么处理这个？我觉得目前为止，我都觉得他会累积，或者是慢慢挖掘到会懂的观众。我觉得孤寂这个东西脆弱的时候它会很强大啦。什么时候会让你很脆弱嘞？比如说，为什么我没有资源完全复制台大的学制这样的规模来做戏的时候，我就要考量我们自己有没有成本。因为即使是市场好，我们全卖，我们可以全卖吗？我们要演到16场吗？3周吗？对，我们越演越多，我们要付给演员、付给人事费就越来越多啊，全卖了，可能也回收不了。那我们愿意不愿意花成本下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另外可以争取到别的资源，这方面还是很薄弱所以就会变得有一种孤寂感会出来反而不是创作上的，而是说我就是有那么多能量可以创作，但现实条件没有办法支持你去把它实现出来。对，那即使有了，然后别人不理解的这种孤寂，还没有真的
完全有这方面的困扰。我反而是会觉得是说，外在环境或者是我们自己找不到资源，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资源的这种依赖。对，那我们没有突破的话，这方面的这种导致的孤寂比较是这方面。对，在创作上面的孤寂有但是不一样，那个质感不一样，那个孤寂有时候是好的。我觉得创作上面的孤寂反而是好的，它反而会给我力量。全景副节係台大戲劇呢2017年嘅學期製作，部分陣係內行嘅先生，咪係也出戲嘅導演。製作嘅前期，已由我來做演員嘅學生嘅來寫角色嘅尺寸，再個同編劇將一道素材寫入批文地度，做啲講係大家共下來創作。一個故事我講嘅，還係以一路以來關心嘅主題，咪就係故事序幕。就是在全景賦格裡面有6個小場景，它有很大部分都有牆或者牆的意象，然後裡面演員也會說到說，有時候你扶着牆就可以休息，然後可是整個戲的感覺會是說，你好像有時候你自己可以成為一座牆，但大多數的時候，好像是沒有人可以讓你依靠的。導演會在這些戲裡面會想要說的是什麼？我是覺得互相依靠，人跟人之間的互相依存的這個關係，其實是很短暫的，有時候，或者是它很脆弱的。我想我大概想要表現這種部分吧，而不是一種長久的依靠的依存的這種關係。我需要它帶我離開地球的表面，靠着牆可以很放鬆。靠着牆看誰走得穩？我需要它。我反而是覺得這些牆反而是在內在的那個牆是一個一個倒下來的。這個依靠，對，我剛剛講的是一個可能是一個暫時性的，可能是我們以為安全的所謂港口這樣的一個東西，代替一個家，你自己建構的家。對，那這個家可能是一個外在的一個空間，可能也是一個人跟人之間的一種依靠，然後你是我的伴侶，你是我的牆，那種感覺。那我覺得這個最後可能在人生日子的變化當中，可能我們的關係會有變化。那我們就不知不覺的把這個關係本來很緊密的東西，可以互相依靠的東西毀滅掉了。雖然講係學期製作，學生嘅表現還係幾認真，部分陣唔單槍係藝人嘅欣賞，還係一個出名嘅導演。面對安尼一個有雙重權威嘅角色，按到同學嘅感覺又係用咩呢？大一的時候上傅老師的課，覺得他非常的可怕，因為他上課就是不苟言笑，然後只要有人笑或講話，他就會生氣，他就覺得你非常的不尊重台上的人，即便真的蠻好笑，但他就會生氣，不能，但他自己笑都沒關係，不能夠笑同學。然後我覺得他大一的時候讓我覺得他非常的嚴肅，對我來講他是我的導演的時候，我覺得他多了一份那種像父親的感覺是什麼？因為他常常會講話講一半，他就會說。你們不要講話，因為你們講話，我會捨不得罵你，我會落淚。他不是用那種一般導演式的方式會跟你說，我這裡我要走技術點，他不會，他就是用一種很心靈的感覺是，他會幫你順，對，他會幫你順心理過程，然後，我不知道我覺得會覺得比較安心，然後你會一直試，我覺得他會給我們很多機會，一直試。我覺得他給我們嘗試的彈性比較大一點。他很常就是說，你們再想想看，然後下一次再試給他看，然後他對於他覺得很好，他就會跟你講，他覺得不好就跟你講，所以不知道，我覺得蠻有安全感，還蠻直接，我會覺得很有安全感。我覺得導演就真的很像爸爸，無論是老師或是當導演，但是那爸爸是
可能跟我爸爸刚好很像，就是他很容易用很多的沉默。他有优点有缺点，就是你也想要一个答案，老师我这样好不好？我不知道之类的，就是他就会很多的沉默，或者是模棱两可对，他可能还没有抓到那个感觉。他没有就是老师很宽广嘛，但是我们很紧张，我们想要给我答案，好，我确定我表演，那我就走这条路，可是都没给，那你就会害怕。我们在问一些演员和学生演员，就是问辅导是怎么样的导演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形容词就是细腻。你怎么定义你这个导演的作用？首先，我必须要保持一个很高度的觉察力，很敏锐，然后当然，所以我也会要求我的演员，可以做到这一方面的东西。对，然后大家都是很敏锐的时候，很容易就擦出火花，然后有些火花，你需要记得，有些火花是看到了，我看到了，但是我怎么样把它还原，把它提炼出来。那如果在可以提炼的时候，这些演员在发生火花的时候，他也记得，因为他觉察力也高，他也知道。那所以当我要重复原的时候，提炼的时候，因为他也知道，所以那个进展就会很快。我一直想到一个词，教练。教练，好像也很像哈。像台大的这一群同学是好的，他们的觉察力是被训练出来的，他们都很清楚说，我不在乎说我的作品成功不成功。我都跟他们讲很清楚，我是在说，你们学到东西了，有时候我会跟他们开玩笑，排戏，或者是做一些训练，或者是我看到怡芬跟他们做训练，然后休息的时候我就说，哇，我觉得你们学到很多，然后他们就说，对啊，老师真的刚刚那好过瘾，好了，这个戏就不用排了，你们学到东西了，可以了，好了，不要排下去了，我就会替他们高兴，因为觉察是跟当下有关，所以你活在当下的那种亲民度是不是可以延续？很有禅意耶。对。那其实当个演员，他就是活在当下，因为当一个演员，他要跟别人互动，他要跟场景互动，他在整个暗场的时候，他要走出去，或者是他在暗场的时候，他要走进来，都是觉察，所以他有外在技术的觉察，他有内在角色诠释流动的觉察，所以这些东西是很高度的一种觉察力，对，其实这个东西是很过瘾的。無論聘人用你來講，也都有看到嘅導演，部分整個成本投度方，仲有以自家嘅標準，唔係又嚴又惡嘅嗰種，嗰種係本來嘅希望。對於負責任嘅導演來講，嚴也好，堅持也好，其實都係可以嘅。唔但將作品嘅品質有保障，觀眾嘅欣賞層次沒提升呢。我會比較喜歡有時候就是馬上就直指人性的這樣的做法，就是我就不囉嗦，我就直接切一些最接近深刻的核心的東西給你看，那我想可能自己想要關注的面向太多了吧。所以我就試圖發展自己，一種戲劇的風格，就是這種風格可以同時呈現，不同人生的不同的面向，同時發生在給你看。對，那這也是一種風險，這種風格是一種風險。我覺得我有時候會有點。執意要打破觀眾的觀賞的習慣。我在跟觀眾定的觀賞的契約，一開始就是這樣，就是它不是一般的觀賞戲劇的那種邏輯。我希望一開始它就打破了。為什麼你會一直想要去挑戰觀眾？我覺得現在觀眾會覺得一直在追求一種舒服的觀影的一種心態，對，我覺得無可厚非。對，我有些戲也是慢慢來，一步一步來，對，但是我選擇有些作品，我就可以去嘗試這個東西。那當然，
来看我作品的人，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一个心理的调试，然后进去看才会有那个效用。对，要不然就很不好意思，就是说可能你不是我的观众，你也选错了这个作品。对，所以我可能觉得说我的作品可能需要更多的引导，说更告诉观众说，可能要做适度的某种调整啊，你再来接受要不要来看这个戏。我是觉得可能试图去做更多这样的宣传吧，做更多的这样的引导，也是表示说我尊重观众，就是让你们去准备看一个可能不是你们很熟悉的作品，你已经知道说你的作品是很小众了，反而更需要一些沟通。你觉得剧场就应该提供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其他你觉得很简单、不用大脑的，已经有别人在做了，不需要你做。对，但是我并不会说所有的创作都应该如此，我是觉得应该是很多元，而且我更希望说有更好的、更多的通俗的剧场的作品要存在，而且要好好的存在，这样子这些人口观赏人口有培养出来，然后他们有机会有别的选择。那有别的选择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到我们的作品。对，所以我会觉得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观赏的一些门槛。那这个是我自己设定的啦。每个导演有冇去用讲故事的方式，一个方式呢，如果同一起家嘅特质，还跟以中医嘛嘅有关系。过后运动嘅导演，如果会运用演员嘅眼神，加过后游览嘅导演，又会开启用嘅冇去用嘅视野呢。稍後來，如果帶大家去看嘅係楊建雄導演嘅故事。過久以前，睇家己田莊下有一對唔好讀書嘅高中生，有一日伊溜考家下，唔多好發現一隻唔思考高分，未會留太好好讀嘅好方法。伊成績雖然過爛，還係適去參加過吉他社，故所一路把人吉他坐火車上來台北，如按讀好比考到嘅愛加考試考嘅戲強呢。也聽起來有像個懷念老頭白又長春嘅天樣嘅故事麼？也是喺楊建雄嘅真實的成長經過喎。楊建雄確實有樣真唔會講古，尤其一定會用辯論嘅講法。不過有嘗試嘅唔係會感覺個，伊講法呢會按奇怪下，比如講伊會講伊自家。我虛無的人生裡面，就是從來沒有接觸過文藝，然後沒有看過戲劇，從來沒有看過劇場。簡單講就是看不懂啦，看不懂，要不然就是看野台戲啊。然後只是那時候野台戲對面都是脫衣舞，就是會 mix， 就是很，就是覺得很棒哦，這樣。只有國中的時候，雲門舞集去新港國中的禮堂跳過一段新傳的選。從來沒有看過那東西，淚眼婆娑，然後我也淚眼婆娑，那個印象很深，這樣。嗰難想象一個人工設計，馬嘅路冇看過，馬嘅路看唔識，收起來有對位微商嘅泰式牙膏嘅，背面睇舞台上會有很多很精彩嘅表現。除係做戲，伊咪落身去做編劇、導演嘅工作，像係2021年因為金鐘獎最佳編劇嘅客家電視台連續劇《阿我妹》，佢嘅戲份都係伊來規劃整理。伊咪是做過演出人一定好看嘅舞台劇嘅導演，還喺2013年成立嘅楊建雄演劇團，也係伊自家搞出來嘅頭一種一等獎嘅成績單。我高中的時候會翹課去看2輪片，
有一次排片，不知道为什么排到金村昌平的鳗鱼，然后我看完鳗鱼，我就想，哇，好有这种电影哦，没有想过有这种电影，他们到底在干嘛？真的看不懂，真的看不懂。然后但是就觉得很吸引人，然后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进到戏剧系之后，去看小剧场的戏的时候，就是那个感觉就被召唤起来，就是说，这个逻辑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完全没有这种接收新的经验，但我就觉得好有趣，好想知道那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因为那个过程让我觉得，原来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你说是求知欲也好，但是其实就是对未知充满想象。你知道他那个东西在那里，然后就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啊，就是很有冒险的感觉啊。朴也出戲本但係1930年代喺法國發生嘅真實事件，內容係講兩個喺孤兒院大嘅56人持續投家一路卡人嘅故，由法國當代一等出名嘅劇作家日內編寫做舞台劇，以一出本人改編表演過唔止100頁嘅經典戲出。對韓做學生嘅時期，楊景祥如果中意一隻劇本，唔過這樣時實在冇嘅能力，一直到今日，讓家庭而來提拿來製作推出。一開始看的時候，只是看到，比方說角色的關係的這個層面，但是其實這個戲背後還有在講一個很大的，是一個社會階級的問題，就是這個階級在那個年代，或者是像現在，其實它從來沒有被抹平過，它就是一個只有階級。可能在過去，可能你有爵位啊，有什麼，那現在其實最明顯的，就比方說錢嘛，住的地方，就是很大的落差。然後所以在做這個戲的過程裡面，比較像是從這個故事裡面去反射到我們現在的這種處境跟狀況，因為這個劇本它的某種高度的象徵性，所以我們好像沒有直接的去講述那個寫實的角色的狀況，因為它的這個劇本，它的某種程度上，它比較抽象的，或者是過度繁複的這種寫法，就是它的詞不太像日常生活講的詞，也因為他用這樣子的書寫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了說，原來我們不是只是在看這兩個人的遭遇，而是看到的是從這兩個人遭遇放射出去說，其實很多狀況都跟這種狀況很像，不是嗎？就因為你像警察堅決先生，我就會。所以它可以是開放出一個想象的空間。所以當我們投入這個主題的時候，就是把這個主題放進來的時候，其實要講的也不是說誰對誰錯，而是有這種處境，你有嗎？那如果是你會怎麼做？你該怎麼辦？所以對我來說，在當下這個時候選這一類的劇本，有一點像是這樣，間接的去陳述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或者是間接的去呈現這樣子的人，這樣子的處境。會讓觀眾更冷靜吧，雖然他們會入戲，但是不會針對說我本來就有什麼立場。所以如果說直接去談那個議題的時候，有時候對我來說反而沒有那麼深刻。希望每天晚上我們進行我們的儀式，當快要結束的時候，我要非常小心保護我的脖子，因為你把對夫人的恨都藏到我身上，處在危險裡面的人是我。對，我試過，我想要解救你。去到排練現場，圈內看，佢直接錄音數嘅度，仍然爆發出來嘅一定大嘅能量。除係愛同某一度又長又複雜，無論從使用嘅氣氛準傳達出來，還愛同演出多項嘅角色，嘅變來變去又唔安定嘅內心世界，真實嘅做出來，係一定人看過後會感覺到有比嚇到嘅表演。睇也未看得出，愛做也出戲有困難呢。
这出戏就是很复杂，然后它其实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做剧本上的讨论，然后因为它有在表演的时候，在身体上、声音上跟整个社会结构的讨论上，其实真的很复杂。它不是一般的戏说可以就是一般正常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工作完毕的。我觉得它需要一般戏正常的戏的大概1.5倍到2倍的排练时间。其实对演员来说，因为他的台词非常多，然后又不是很日常的台词，然后他在讲台词的时候的那些意思，里面的层次又很多，它又不是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说我们会需要先记台词，然后再去深入挖掘嘛，这是一般的戏。但这个戏光台词就已经非常难记，然后里面的层次又要你真的进去搞懂，然后演着会越来越发现，才有可能就是真的工作它。我觉得它跟一般的戏蛮不一样的。一切，你没有看到夫人闪闪发亮的样子吗？啊，那下楼梯的样子啊！不过景祥给的空间就蛮大的，他蛮尊重演员的选择的，他相信演员的直觉啦，应该这样说，他不太会硬性规定你怎么做，但你做出来给他看的时候，他会知道可以往哪边选跟统合他们这样。说你怎么看待导演跟演员的关系？我其实以前有自己归纳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抗性的游戏啊，就是说这个对抗性不是说两个要吵架，而是说，比方说像这一次的工作状况好了，一开始我可能有一个大的范围的概念，然后我提出这样，然后可能燕玲或是卡霞就会说，这个并不会表现出这个哦，那我就被质疑了嘛，那这时候就会觉得，对，那仔细想一想哦，这个直觉并不是正确的哦，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提出下一个这样？然后可能在排的过程里面，可能可以就也是一样问演员说，你这里本来是想表现什么？然后他演完之后，我们再归纳说，刚刚这个有具体表现你想表现的吗？那对我来说，这就是互相给予的过程。那这个对抗，它不是一种负面性的对抗，是一种比较正面的让戏往上爬升，就是叠上去的对抗。我们其实蛮像，就是一起讨论、一起工作的情况，比较没有那么分导演啊、演员。可能因为我年纪本来就比景祥大嘛，所以我们讨论起来的情况，我特别也不会感觉到他好像要给我什么指令。但我啊、小俏啊，我们3个都蛮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提了一个好的意见，我们就会认同，或者说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子。他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喜欢找，比如说针对不同的题材，找到不同的组合的人，然后因为他了解，或者是他可以看，他感觉到他们在这样的题材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挥，所以他很善于组成不同的组合，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在他们的位置上有创作的可能，这个是我觉得他最好的优点。改到客从桃园到米红，如果变做桃园青苔，用景上下面美。阿燕林讲义改好腔下，阿一林讲义落管派，而且家又很用嚟来看桃园一个角色呢。係農家子提嘅用景上，也講法是歸實意哦。我觉得我比较像只是一个渠道吧，就是让那些水可以很自然的流到他们的田里面去，不要让它挤在同一个地方，那大家可以健康的长大。就是一个作品里有很多田嘛，大家就是都可以吸收到水这样，然后我就只是那个渠道。我是那个源头水源，那个水源就可能是剧本啊，或是一个概念，那我就是这个渠道，我把它挖好，然后大家就去吧，然后那个稻子就长大了。
我哋送拜一看嘅排戲，今日來到水岩劇場，還有來看彩棚場哦。一個通常呢，如係正式演出前一年安部，因為我有如唱係正式演出，唔過呢請做本識播嘅20杯專業相關人士來看，佢好與我哋今年是得先來看，還先拿到嘅節目冊個。佢想喺第到底正式演出，我係用哪嘅情形呢？臨時嚟看下先。这不是粉，这是腮红。没有关系，拿去用吧，旧的我不需要，更贵的礼服，把我的旧衣服拿去。可是夫人，断花桥泡好了。为制作一出像五铺也按难做的戏，实在係過實力，無聽還會本人下咩頭路。再講，也出戲嘅內涵表現形式，如每一般人凊彩如接觸嘅得得，唔過楊建雄還係有意聽錯愛做嘅理由。因為創作本身還是一個主觀的表達，那觀眾能不能參與的這件事情，就是等於說，好像每次借由嘗試，當然我們在學校裡面會一直教我們的，就是在學院裡面一定會教的，就是這東西，比方說最簡單，好笑嗎？那他就是在講說他有沒有笑，但是有一些事情呢，並不是用這些大家都覺得有效的方式可以表達的。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詩意嘛，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全新的觀點，或是對事情的方法。所以我們在想的辦法，只是說怎麼樣找到一個平衡，怎麼樣讓觀眾可以，就是說有一些東西沒有辦法用那樣子表達，或是有一些東西用這樣子看比較有趣哦，然後可以讓習慣，就是讓習慣已經從小到大習慣的這些表達的觀眾，可以逐步的也來偶爾接觸一下這個環境，然後他可能就會帶回去一些理想上啦，浪漫的想，就是說他可能會因此看事情的方式會得到一個比較不同的方式，這樣子。都在這個是好，它就變成比較象徵式的。做完之後，你也意識到安眠藥，然後你像走進去的時候，我就覺得還好。創作嘅路冇按改行，係無帶到嘅浪漫嘅想象，真見改難繼續行下去。楊建雄講，以後會繼續留喺睇劇場，每團一起家過後13年，包袱嘅萬那度如去旅行有關。我並不是因為有一個結構，或者是因為一個什麼，覺得我要論述，然後去改變它，而是因為這個生活形態跟常常在處理這個事情，做劇場，處理劇場裡面的事情，還有喜歡大家就是很喜歡這個浪漫的感覺，就是一群人來這裡，然後針對一個題材，你說是文本也好，或是一個話題，或是一個想象也好，然後我們鑽研這樣，然後大家來看了，然後好看完啊，大家就是又散了，這樣，然後各自又回去過一過，然後又回來，這樣，這個形態對我來說就很像，很吸引你。對，很像去自助旅行，就是因為自助旅行的時候，你會去住那個 hostel， 就大家都帶自己的故事來，然後大家就聊天，然後你就發現哦，原來現在幾歲的阿根廷人他是這樣子過生活的啊，然後就覺得太有趣了，然後後來我就回來了，就跟大家講說，有一個阿根廷人是這樣子生活的哦，那就是會覺得很有趣，就是好像我們是因為轉述故事而活着的感覺。它跟印度咖喱也不一樣，比較接近印度咖喱。偶爾我有空的話，我會煮幾道菜，是我跟行政一起吃的。然後我們吃完了，我可以拍戲。那如果有提早來的演員，要看到我們在吃飯，然後就分一點這樣子。跟他們講說，我一定要有一個廚房。這個行業碰見提劇團，臨時路批到一層歸於異國情調嘅咖喱香。
批到也向面，如果想起胡凡珍对伊自家真实的经过扮上舞台嘅作品，理解不一样。也随起咪係講一隻睇十分作風發生嘅故事。有人問導演，有感覺到哪出戲係千滿意嘅作品冇噶哈？胡凡珍嘅答案係真的沒有啊，沒有啦，一個作品應該可以再生嘛。那我覺得再生的話，我有時間，我應該要有這個時間，有這個精力，重新去調教這些東西，它才會繼續有生命力嘛。因為我覺得很正常，很健康啊。我今天看了覺得不好，應該也夠了，應該也是到一個時機說它不好了，然後我應該要重新來調整一下，對，要不然它又會走不下去了。對不對？如果我要讓它更有生命力，它可以繼續走下去，我真的要改，有機會還是要改。一出好看的戲，如像食香味如一等一的美食樣誒，唔單止人上過後會心心癢癢想愛親密，也兩個腔樣如果有功夫長到有意思的人能做會出。無論係同自家聽意做溝通嘅管道，像海賊王樣嘅安樂觀嘅樣景象，也係佢有感情、佢主導，如像好爸爸樣嘅胡凡珍，也都一定太經驗，每團大家太出腔樣，如係看到行前來拼命嘅人客，同貴族嘅菜如食到開講。